墙上的图画全都是破阵的招式。若你7天之内可以练得好，就能破阵。你放心吧，这7日时间这么宝贵，你就是拿8抬大轿来抬我，我也不会出去的。我可告诉你，当年我也是在7天之内。好好练习吧。破不了阵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我为什么？我也是个男人呐，有哪一个男人能抵抗住女人的诱惑？何况是一群美女，还在脱衣服。那些玉腿纤腰、肌肤如雪的美女，她们每脱一件，你堂哥哥的心就会多跳一下。他的心神乱了，怎么会不输呢？你胡说！你以为天下的男人都像你一样吗？堂哥哥他不是那种人。好妹子，我不知道你堂哥哥是哪种人，反正天下的男人没有几个是好东西，只要女人肯勾搭他们，只怕没有不沾心的。如果堂哥哥果真是那样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。对，这种男人不要也罢。如果堂哥哥他不是那种人呢？我就让你天天去见他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灵光妹妹，你就那么急着要见你的堂哥哥吗？各家自扫门前雪，别管他人房前事。多谢姑娘，我现在啊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哎，慢着，你这样就想吃吗？那你要怎么样？这天底下哪有白吃的米饭？你是我家少主人的情敌，他就胸襟再大，也不会白白的招待你吧？这究竟要怎么样？姑娘就直说吧。我家少主人说了，只要你不再和他打赌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客人，他一定会好酒好菜的招待你，否则你就要做工来换。说的也是。那既然这样，就请姑娘直接吩咐吧。瞎子，你难道是个瞎子吗？好，既然你想吃饭，那你就得替我按摩、捏脚。过来呀！哎呀，
轻点儿，轻点儿啊！我就知道，我堂哥哥是个正人君子，不会被诱惑。果然啊，真是少见的男人。那当然了，我堂哥哥是天下最了不起的男人。鸽子，铁中堂今天的活也干了，让他吃饭吧。来得正好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我要去看堂哥哥，是你答应的，一定不能反悔啊！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去看他了？你想什么时候去就去吧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去吧，去看你的堂哥哥怎么破阵吧。傻妹妹，我早就提醒你了，想不到你自己还提这样的要求，难道这2天你都忍不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我去了就会让堂哥哥分心，所以他才这么痛快的答应。你总算明白了。箭头在这儿呢，我们朝那个方向走。这个路标做得很清楚吧？也不知道这次声讨大会是谁安排的。别管他谁安排的，只要报了仇就行。情况我们不清楚，还是小心为好。走。想不到这么多人都跟朱藻有仇啊！哼，我看这次他是死定了。小二，哟，弟兄，弟兄，你也来了？啊，来了。难道你跟朱藻也有仇吗？哼，我跟朱藻无冤无仇，我是陪朋友来的。哟，海大少久违了，难道你来这里，阁下也跟朱藻有仇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哦，盛大姐，真没想到啊！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我就没看出盛家庄园和朱藻还有仇。你瞒得好严呐！盛大姐，我们都是五福联盟的人，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您有什么仇就说出来，我们兄弟们帮您一起报。就是嘛，盛大姐，您有什么事情还要瞒着我们呢？娘，我看咱们还是走吧。走什么？我们还怕他不成？这次一定要把账算得清清楚楚。娘，这次
出手，他也难逃此劫。咱们还是走吧。巧儿，你手软了吗？当年朱枣勾引你二媳妇的时候，手可没软。也怪那个妇人不守妇的，为娘看不得你受辱，才迫不得已把她杀掉。这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今天一定要找元凶报仇。对，一定要杀了朱枣那混蛋！这小子专门抢人家媳妇儿，真该死！哎，诸位，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，是什么样的人把大家聚在一起声讨朱枣？难道这个人跟朱枣也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既然这店家说这里的酒肉免费，那他一定拿了人家的钱。那我们就问问他，是谁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的？对，没错，小二。哎，大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我来问你，是谁把大家招到这儿来的？哎呦，是你大侠自己来这儿的，我怎么知道您受谁的邀请啊？什么？你若不知，怎么会免费招待大家酒肉的？快说！老实说，不然的话，我一拳打烂你的狗头！大爷，小人是真的不知道啊。有个小孩送来银两，吩咐我怎么办的。我问他谁出的钱，他不告诉我。我真就知道这么多，大爷，您可千万别动手啊！铁力兄，可能他真的不知道，是，或者是招我们来的人想隐瞒身份也说不定。来，坐下喝酒吧。管他是谁呢，来喝酒。我这几天都想来看你的，但是我知道我来了一定会打扰你，所以来了就在门外没敢进来。明天就是破阵的日期了，我想你一定有办法。灵儿。
他们有7双手，7双手，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要是同时出招，就算我再快，我也不可能同时对付7双手啊。那朱早他不是破解了这个阵吗？我现在想不明白，就是当年朱早他到底是怎么破的这个阵？我真笨啊！我想，我们一定会有破阵的办法的。唐哥哥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想。朱草能想得出来，我想你也一定能想得出来的。就算这次你真的输了，我也不会怪你的。知道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那只大鸟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鸡叫它大鸟吗？小傻瓜，记得你第一次吃鱼的时候还不知道鱼有刺，看着你当时吃鱼的样子还真是很怪，能把人给笑死。那时真的好开心呀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第一次进集市的样子吗？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，这儿也看那儿也瞧，还拿人家东西，拿了人家东西还不知道付钱。也许我不该把你从山谷里带出来，你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难受。唐哥哥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跟着你。在深谷里的时候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会见到这么多开心的事情。灵儿，如果我输了明天的比赛，我就不能把你带走了。其实，有那些开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如果今生不能和你在一起，那下辈子，我一定要做你的妻子，永远和你在一起。真希望凌云不会来，能够把金宵留住，那该多好啊！
备好了吗？墙上的招式我已经都学会了，那准备破阵吧。慢着，田少侠，还有什么不同？即使把墙上的招式全学会了，7日之内，你也不可能破得了这个阵。你错了，我当时就破了这个阵。看来你的堂哥哥是没有信心破这个阵的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今天的天真是好热呀！别再拖延时间了，鸽子，布阵。是，主人。等一等。堂哥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裤子算不算衣服啊？裤子就是裤子，当然不算衣服。朱兄，既然裤子不算衣服，那我现在身上已经没衣服可脱了。按照赌约，如果在这7个姑娘脱光衣服之前没有脱掉我的衣服，那我就算赢了。你看现在是谁赢了？是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堂哥哥已经把阵给破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。真是聪明，这一招你也想得到。周公子，看来你的好梦难圆了。看来我不应该把破阵的方法告诉你。朱兄，按照赌约，现在我已经赢了，你应该放人了吧？你不会不守信用吧？堂哥哥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少主人，少主人，少主人，外面来了很多武林人士，不知他们是怎么闯进来的。他们个个杀气腾腾，一定是来找麻烦的。他们来的正是时候。堂哥哥，我们走吧。看来朱早是有麻烦，我们应该留下来，万一可以帮上忙呢。鬼母到！
疼，还好吧？我今天就让你看出好戏。姓朱的，听好了，今天就是你还债的日子。各位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都是我姐妹下的帖子。大家能够找到山谷里来，也都是亏了我妹妹做的那些路标。我早就想到了有这一招，果然天下最不负人心。堂哥哥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样子好吓人啊！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看来今天情况不太好，我们还是小心点。朱总，现在该是你还债的时候了。还债？好啊，我朱早欠你们什么债？那咱们就来说一说，把冤仇全都说出来，我跟你们算。南极毒叟高天寿，你也一大把年纪了，到底跟我有什么仇呢？岳母李阳群，那你来说，到底和你有什么仇？快活纯阳吕斌，你说？既然你们三位都不说，神力霸王项如雨，你也该说了吧？好，大家都说跟我有仇，那你们尽量把仇说出来。子欣剑客，我跟你到底有什么仇？你说吧。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你们都哑巴了吗？好，你们不说，老身替你们说。常言说得好，仇恨再大，莫过于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。诸位与朱早虽无杀父之仇，可是你们的妻子都被他夺去了，这样不共戴天的大仇，岂能不报？瞧你们一个个这个样子，别说报仇了，连句话都不敢说。亏了你们是武林当中还算有名有号的人物，真让老身替你们感到羞愧。哼！别人不敢说，我可不怕你。不错，当年我是对你倾心，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可你这个薄情郎，你却毁了我的一生。我恨你，我对你恨之入骨，我很后悔，我没有听我大姐的话，害得我娘伤心而死。我之所以跟你来这里，我就是为了要看你到底能落得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我就是要看你家破人亡。对，你可以说我毁了你一生，可是你不能否认，你也曾得到了不少。想要弄得我家破人亡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说的不错，如果以1对1，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你看看今天来了多少位，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打不过你。你以为我人少就真的打不过他们吗？啊？
大家都不动手，想必是想占点什么夺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话虽然是糙了点儿，但它却在理。常言道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们这帮人的老婆，不就是看到他英俊潇洒又有钱，而且武功还不错，所以才跟着他吗？他虽然是应该死，可你们这帮人的老婆也是自找的。真没想到这个时候，还有人替我说句公道话，而且说话的人还是我的仇家。那好吧，我就让你泄了这口心中恶气。我让你打我一拳，我绝不还手。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肯这样也算条汉子。那我就打一拳，不管死活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了。唐哥哥，这一拳打得好狠呢！要是换了别人，这拳不死也绝对站不起来了。这朱藻的武功果然深不可测。我们俩两清了。这个时候我不可以看你挨打，更不可以帮你打别人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田兄，我们同是五福盟友，应该共进共退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看刚才海棠上那一拳，朱藻多少受点伤，咱们四个一起上。也是向你讨债的，我们出手前不想让你死在别人的卑鄙手法中。你敢过去？原来是田少侠到了，不知师尊风若前辈可否到了？师傅他老人家早就在外面。我们有救了！怎么会是他？谁是妖叔？你认识那个拿斧子的大汉？这个人就是我的妖叔。在几个月前的寒风堡的战役中，我们失散了。怎么和他们在一起了？
子弟，我们还是先解决这儿，然后再解决我们之间的事儿。好啊，就听三姐的。好，那我们谁先上？还是我先来吧。老四，你新收的这帮女子，我喜欢。三姐既然喜欢，我就送给你了。看来他们被风九幽控制了神智。急了！唐哥哥，快点过来呀！你们先走，我要等药叔。走啊！神府力士，快去追逃走的那人！药叔，药叔！为什么要对付你呢？